嗱，今次唔係講笑啊，真係要出道啦。Sorry 啊，瞞咗大家咁耐，係咁嘅。我終於上咗各大媒體、電視、報紙。咁從上一年開始做自媒體之後咧，陸續咧都有唔少媒體嚟採訪我嘅。嗱，最初嘅時候，南方都市報咧就嚟採訪我，問我心中一睇之後，究竟中山嘅樓市有啲咩變化？然後 ViuTV 嚟到我中山屋企採訪，欄目就係老友再出發，關於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嚟到大灣區嘅一啲生活點滴。然後仲有北京嘅每日人物誌採訪我，關於香港人喺大灣區嘅置業動態。睇嚟我已經衝出咗南方啦。其實拍片嘅呢個時候呢，我就係接受緊中山日報嘅記者採訪，係我單人嘅視頻專訪嚟㗎。作為一個普通人，我真係估唔到受到咁多人嘅關注，真係好多謝大家。唔知大家有冇發覺，我最近視頻嘅字幕由繁體字變咗做簡體字啦。其實我最初拍視頻嘅目的就係想更多嘅香港老友記了解大灣區。估唔到逐漸我哋中山嘅本地人、廣東人，甚至乎全國各地各省市嘅人都開始關注我頻道，大家都好感興趣。作為一個香港人喺大灣區係究竟點樣生活嘅？甚至因為睇我嘅視頻，慢慢信任我，從陌生人變成我嘅粉絲，甚至乎揾我買埋樓變成我嘅客人，最後大家仲變埋朋友。呢個過程實在太神奇啦，真係好多謝大家。咁講真啦，中山真係一個寶藏城市，而家好多外省人、外地人都嚟到中山置業同埋生活，好多評論仲話要過嚟中山養老，其實真係適合不過。大家如果嚟中山養老，記得通知我，叫埋我一齊出嚟玩啦。咁我未來都會繼續發掘中山好玩好食嘅地方，分享俾大家，甚至乎會衝出中山，發掘更多大灣區寶藏城市。如果你中意大灣區，又想從唔同嘅角度睇到我哋唔同嘅城市，記得關注我啦。當然，如果你中意聽粵語嘅話，都可以關注我㗎。我係粵語博主香港羅賓 Sir。